大家好，我哋今次要帶大家行嘅地方呢，就係沙田區。我哋而家就喺大圍站嘅 B 出口啦，我哋先會行去車公廟，然之後經過獅子橋去睇下個城門河，再兜去沙田公園，最後穿過沙田大會堂就會到我哋最尾一站新城市廣場。咁我哋全程都會用行路嘅方式。呢一次嘅散步路線就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去了解舊時嘅沙田區，去睇下沙田區嘅古今變化，了解一啲佢嘅發展歷史。大家都可以估下當中有啲乜嘢相關嘅文學作品呢？我哋呢次嘅行程係男女老少都可以行嘅，最主要係希望俾啲唔了解沙田區嘅人，可以對呢個地區嘅發展同埋變化有翻啲了解。咁如果佢係知道呢一區嘅呢，就希望俾到一個新嘅角度佢哋去睇下呢一個地區。咁而家簡單介紹一下沙田區啦，佢大約地理位置係九龍市區以北、大埔區以南、大圍以北、城門河兩岸土地同馬鞍山等嘅地區。佢前身仲有兩個名，擊園同埋瀝源，係去到1989年英國接管新界嗰陣時，先至由沙田取代咗瀝源呢個名。其實喺明朝嗰陣時已經有人喺度住噶啦，去到清朝嗰陣時就因為遷界政策變咗荒域，又因為復界多咗人入嚟住。20世紀初期，因為鐵路通車有咗沙田站、沙田區嘅建立同埋中文大學嘅建成，佢就開始發展啦。之後又因為沙田新市鎮嘅發展，有咗填海工程、土地開發，咁慢慢就發展到而家咁繁榮嘅沙田。嗨，大家好，我而家嚟到香港沙田車公廟，你有冇諗過呢個同地鐵同名嘅一座廟係居然一座300年前嘅老廟嚟㗎？喺南宋末年，一位叫車大元帥嘅將軍護送皇帝逃亡去到香港，去戰死沙場，但係因為生前用醫術拯救咗瘟疫裏面嘅百姓，被封為神明。你睇下呢個香爐，每一縷嘅煙都係代代相傳嘅感激。香港人新年會做嘅3樣嘢：行花市、食盆菜，同埋嚟車公廟轉呢個風車。聽講話咧，順時針轉嘅話咧，就可以祈求今年順風順水；而逆時針就可以轉走上一年嘅霉運。而車公廟嘅靈籤係連特區政府嘅都會上，每年正月初3都會有人有代表嚟呢度求籤。好似新冠疫情嘅玉里新思亂，都引到全香港嘅熱議。廟內資料顯示，相傳車公原籍江西南昌五福，係南宋嘅將軍，因為平定江南之亂有功，獲封元帥。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宋帝昺南下避禍，護駕嘅隊伍裏面就包括車大元帥。後面車大元帥病故陣中，百姓念其忠勇，於是建廟奉祀。離開咗香火鼎盛嘅車公廟，沿住沙田頭村嘅小徑步行10分鐘，就可以抵達貫穿沙田嘅城門河上面一座行人橋——獅子橋。呢條河唔單止承載咗香港變遷嘅文學記憶，更加係沙田區嘅著名地標之一。每年呢度都會舉辦好多活動，係沙田居民嘅生活命脈之一。城門河原本有好豐富嘅生態系統，好似沿河嘅芒草、野花同埋水禽等等。但係可惜啊，經過咗污染之後，呢啲就不復存在啦。前面就係獅子橋啦，呢度一路都幾好行，沿住單車徑就可以嚟到呢度，仲可以上邊睇埋河景添。咦，阿媽咪？點解你喺度嘅？你做咩散步啊？哦，你睇呢個獅子橋啊？係啊，地圖話呢度10分鐘喺車公廟行過嚟就得，果然冇錯。不過條河都好闊喎，以前係咪成日都水浸啊？聽講70年代亦起咗呢個人工河道，解決咗嗰陣時嘅水患。而家仲每年會舉辦呢個中秋燈飾同埋龍舟賽嘅，好熱鬧嘅。哦。建於1980年代嘅獅子橋，以簡約拱形設計連接咗沙田兩岸。企喺橋上面，既可以遠眺城市高樓，亦可以俯瞰河水嘅靜脈流淌。呢度曾經係農田村落，而家變咗新市鎮嘅核心命脈。呢度都有種新舊交融嘅感覺。你睇下條河，睇落都幾乾淨喎。其實呢個80年代都有段荒誕嘅歷史，仲俾人寫成詩諷刺政府就係識做表面功夫。
詩人鄧亞南喺1980年代創作嘅《城門河的盼望》，揭露咗城門河因為工廠排污淪為咗臭河嘅真相。當時政府為咗迎接英女王嘅突擊，漂白河道，但係就掩蓋唔到化學劑同埋腐臭交織嘅事實。啱啱上網 check 咗，原來鄧亞南本身做過工人同埋的士司機，唔怪得知佢啲詩詞咁貼地啦。詩入邊仲用咗擬人化去描寫城門河着住呢個女王白手套同埋河換新裝。呢啲詩詞係咪講緊政府為咗英女王嚟訪港而用漂白水去扮河水乾淨㗎？冇錯啊！當年河面仲飄住啲假蓮花遮住啲垃圾，仲俾人話係女王排香水。呢個詩用虛實交替同埋諷刺手法，就講諷刺話政府搞好似嘉年華咁，但係條河嘅生態根本就救唔翻。而家嘅城門河已經告別咗臭河呢一個惡名，但係詩中河水一日比一日次第呢一個絕望，仍然喺度提醒緊我哋，環境治理需要持之以恆。獅子橋見證嘅唔單止係城市發展，更加係庶民同權力嘅角力場。而家條河都冇咁臭啦，但係會唔會變翻之前咁㗎？鄧亞南首詩就係警告，如果治理只係做 show， 咁問題就只會惡性循環。而陳維都有首文章回憶河畔嘅芒草，揭示咗政府為咗掩蓋河水污染嘅問題，剷除咗小動物嘅棲息地，呢種虛偽嘅治理手法。不過好彩政府近年都有落力改善，但係保持落去先係最重要。下一站我哋就會沿住城門河繼續前行，去探索沙田藝術同自然嘅交匯點——沙田公園。哇！咁快就嚟到沙田公園，呢個空氣都好清新喎，好似喺市中心見到咁大嘅公園。你講得冇錯啊！沙田公園係位於城門河河畔，係填海填翻嚟嘅，大概有11個標準足球場咁大，而且佢係近沙田大會堂同埋新城市廣場，交通真係好方便㗎。係啊，我見到沙田公園仲以中式庭園為主，唔單止有北園同埋南園嘅庭園，公園裏面仲有唔少俾小朋友玩嘅遊樂設施，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喺公園揾到樂趣。而正中央就有露天劇場，旁邊就有圍牆嘅花園，種植咗各式各樣嘅花，繁花似錦，好靚啊！觀察都幾仔細喎。講起沙田嘅花，就諗起呢個黃坤堯嘅《沙田青夢》。呢個作品都提到，從以前開始，特別係春天嘅時候，公園裏嘅繁花會一夜綻放，為成個社區增添色彩。咁我考下你啊，知唔知沙田公園係幾時出現嘅呢？公園都幾新下喎，應該2000年左右。其實沙田公園就喺1982年就開始興建㗎啦，以前叫沙田中央公園，之後喺公園入邊都舉辦過香港花燈展，喺1988年就正式向公眾開放，所以沙田公園係沙田青夢，亦都會俾作者形容為80年代嘅新寵兒，比你想象中更加歷史悠久㗎。真係冇諗到喎，咁沙田公園都可以話係沙田發展史上面最重要嘅見證啦。不過我知道沙田公園比以前都舉辦咗好多大大小小嘅展覽，所以沙田公園都係社區嘅重要文化場所。的確可以係咁講，作品入邊都講過，同以前嘅傳統公園係唔一樣嘅，有現代化同埋新生嘅象徵，包括我哋見到嘅中西融合建築元素，同埋公園初期嘅藝術廊。係啊，公園令沙田居民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證明呢個唔單單係一個簡單嘅消遣娛樂場所。雖然30年過咗去，但係沙田公園仍然係香港文化同埋展現咗居民嘅生活多色彩嘅地方，喺沙田嘅一張生活照。呢樣嘢喺90年代到而家都從未改變過。你講得冇錯啊！喺上年8月嗰陣時，渠務署喺沙田公園開展咗雨水排放系統去改善工程。
所以無論喺過去或者而家，公園嘅宜家城市入邊都擔當住重要嘅角色。最後一站，我哋會沿住沙田公園繼續前行，行上樓梯，經過沙田婚姻登記處同埋沙田大會堂，就嚟到沙田新城市廣場。咦？點解咁嘅？呢度唔係棕紅色外牆同埋羅馬噴泉嘅地方咩？出面仲有個人工瀑布。小姐，你有幾耐冇嚟過新城市啊？呢度冚唪唥都變晒啦！之前翻新過之後，而家全部都變晒白色裝修啦。我覺得之前棕紅色嗰個靚好多，親切好多。而家白少少咁，同其他商場都冇乜分別，一啲特色都冇，得翻 Super 公園嘅印象比較深刻啲。新城市廣場位處新界嘅中心點，交通四通八達，已經有30幾年嘅歷史。本身係一片鹹水田，而家慢慢發展成為全港最大購物商場之一，有好多購物、餐飲同埋消閒娛樂設施，好似恐龍公園、史樂比開心世界，由一個為市民提供生活用品嘅地方，變成旅客購物商場，承載咗香港市民嘅生活文化、經濟轉變同埋歷史變遷，係沙田人嘅集體回憶。考下大家一個問題啊，你哋知唔知呢度之前係咩鋪頭呢？答案就係當時好紅嘅88伴。喺阿果寫嘅是新城市廣場也是香港故事呢篇文章裏面，寫咗好多關於新城市廣場嘅發展變遷，好似當時因為有88伴帶起咗新城市廣場，令到好多香港人都特登過嚟買日用品、儲印花。而家啲消費都變晒啦。雖然88伴執笠嗰陣我仲未出世，但我都好想見識下死神嘅威力。乜而家咁多自由行㗎？啲人拎住一袋二袋，仲要拖喼添。而家呢度主要都係吸引遊客嘅，你睇下周圍都係名牌嘅 Calvin Klein、Coach 喎。我記得以前都有好多本地嘅小店，賣嘅嘢又平又有特色。而家亦都唔會去嗰啲鋪頭去買嘢啦。陳志堅都喺《浮華紫金》入邊講過呢個變化，佢見證住一個為居民提供生活所需嘅地方，變成而家嘅遊客購物天堂。你有冇發覺而家啲商場都係清一色一樣，全部都商業化㗎？都唔知點解連最有特色嗰個設施都拆埋咯。你講嘅係音樂噴泉，都係多得政府開通咗自由行咯。係啊，嗰陣時定時定候都會有表演添。唔知而家上網有冇睇翻呢？應該有啩，我記得以前噴泉嘅表演都好有氣氛，因為兩位作家大家嘅生活模式、周遭嘅環境變晒，香港時代急速變化，見到所有嘢都變得好陌生。就算呢個商場點變都好，都希望好似阿果咁，將呢個新城市故事承傳落去。咁我哋呢一次嘅行程呢，都希望可以俾大家了解一下沙田嘅變化。對於年輕人嚟講，喺佢哋眼中嘅沙田區本身已經就係咁繁榮啦。其實佢哋有冇諗過以前嘅沙田係比較鄉郊嘅呢？咁通過呢一次嘅行程，希望可以俾佢哋知道有邊啲地方其實有比較大嘅變化，打破翻佢哋對沙田嘅固有形象。同時，對於一啲原住民或者老一輩嘅人嚟講，咁就希望佢哋可以透過呢一次嘅行程重新回憶一下沙田，因為佢哋可能而家已經開始對以前沙田樣貌嘅回憶變得模糊啦。我哋都會講下以前沙田係點樣樣，睇下我哋描述嘅同佢哋回憶嘅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呢？同時亦都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懷念一下以前嘅生活。最後希望可以俾多啲人知道，其實沙田呢一區有啲乜嘢相關嘅文學作品，俾佢哋了解一下。時光可變，世界可變，人情亦許多都變遷，有共情不變。